体育消息来看，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昨昏伫天宝球场举办，味全龙伫头一局摕到5分，中场以6分比3分拍赢乐天桃园队，味全龙嘛摕到因队史第5个冠军。接球打高，有没有守备的机会？捕手来到了接近这边接杀出局。天母球场赢出红色的彩带，味全龙全队冲入去场内庆祝摕到中华职棒34年总冠军。味全升到一军了后，第3年就摕到总冠军。离前一遍1999年摕冠军是已经让8769天。这场定生死的总冠军赛 Game 7， 味全伫咧主场对战乐天桃园，严格性提分的电脑是桃园队。速球拉回在右半边，结果打穿形成安打。廖建富1、2垒之间的探场安打，加3垒的林德上带，和桃园第1局就先提分。不过味全的反攻也来了正紧，第1局下半局先靠雷亚安打入边，搁靠到原队先发投手邓波哥控球无准的时阵逆转反超前。结果在满垒的情况之下，又是连续4个坏球，逼走路上1垒。邓波哥这局投5遍补上，打破总冠军赛纪录，只敢到0.2局就退场。接手的詹仁和也无法度甲味全的攻势动来。场内结果打穿3右防线形成安打，现在张振宇回来1分，第2分绕过了3垒之后也回到本垒。高浩仪伫咧满垒时阵，这记安打，和味全搁再摕2分，味全龙伫这半局就摕5分，5比1超前。乐天是伫第2局顶半局，搁着陈伟成6点正水这记安打入回2分，因过3比5的比数就来停掉的。味全先发投手江龙投满6局，3分，只拿2分的责任分，也搁等做5场流客。接手的有夺中继2局完全封锁原队的打击。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。原队的詹仁和表现也袂歹，中继到7局只敢被攻出4支安打，一直到第8局下半局才出现危机，后味全龙搁领2分保险分。接球中间方向穿越形成安打。张小红替味全搁摕1分，甲比数扭回到领先3分。第9局顶半局，第3回杨投不离汉成功关门，和味全龙6比3赢球，摕到今年球季的总冠军。总教练叶军忠真做第1位带2队摕冠军的教练。首先还是要感谢山董，那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有这个球队，然后再就是感谢球迷热情的加油。那我现在肚子蛮饿的。头脑一片空白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球员去发挥。我觉得这个 MVP 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而是属于整个味全龙队的还有球迷。一落去受伤好了后，第8个底才回来，伫咧总冠军赛2场先发，总共投11局，等出11K，被选做总冠军赛 MVP。味全的领队也讲，已经甲台北市政府讨论方案游行，有未会让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